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8月18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272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378天。前线共发生139起战斗。为了给普京在阿拉斯加峰会献礼这个俄军在前一阵子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进攻比较疯狂，且一度取得了一些成绩真真假假引起某些新闻媒体这个热炒。但是随着乌军派出增援部队亚速军团第一军团抵达前线仅仅通过3天的反击清剿，就稳定住了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的局势。乌克兰顿涅茨克地方当局今天发布公告说，感谢我国防军的英勇努力，前线已经稳固，感谢所有人最困难的时刻在最困难的地区完成任务，地方当局将继续协助军队维护社区安全。这个泽连斯基他也谈到俄军在多布罗皮利亚的突破。他说在阿拉斯加前秀肌肉的意图最终以占领者被歼灭告终。乌军正在清扫多布罗皮利亚附近的占领者阵地，这也非常重要。俄罗斯的意图是想在阿拉斯加展示实力，实际上这对占领者来说最终以他们被歼灭而告终。8月17号乌克兰在俄罗斯联邦的行动仍在进行，库尔斯克州的有限战斗仍在继续，俄军继续对库尔斯克州地区发动地面攻击。据报道，一名隶属于俄罗斯北方军事集团的军事博客作者声称乌克兰军队向特特金诺，就是格卢什科沃西南方向发动进攻，并渡过了塞姆河。乌克兰军队可能在8月15日至16日夜间袭击了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一家俄罗斯国防工业企业，并且乌军还证实昨天在库尔斯克乌军击中了这个俄罗斯北方集群副司令叫阿巴乔夫中将。这一次让阿巴乔夫终于坐上了轮椅，并且成了一个独臂将军。俄将军就是这个阿巴乔夫中将在库尔斯克地区乌军袭击俄军车队后，手臂和腿被截肢。这是乌克兰国防情报局的这个报告被截肢的这位中将就是北方集团军副司令阿巴乔夫中将。他在这个乌军对雷尔斯克霍莫托夫卡公路上的这个俄军进行这个打击的时候光荣负伤。这个普京很快就会给他配一副轮椅。阿巴乔夫中将失去了一条腿和一只胳膊，但是他获得了一副轮椅。这个乌克兰情报总局还在梅利托波尔摧毁了一个俄罗斯弹药库，并歼灭6名俄罗斯海军陆战队队员以及一个无人机机组。该机组属于车臣卡德罗夫的艾哈迈德沃斯托克营。这个卡德罗夫恐怕又要发飙了。这个车臣的抖音部队一般的是离前线还有好几十公里，就这个都不放过。根据这个乌军总参谋部说法在北斯洛博日安斯克方向，乌克兰军队推进了1到2.5公里。少校安德烈科瓦连列夫表示，乌军正在积极行动，特别是在阿列克谢耶夫卡和尤纳科夫卡，就是苏梅州一带，保持火力控制区，以剥夺俄罗斯占领军的补给、撤离和增援的可能性。乌克兰的军方8月16日表示他们在北部苏梅州部分前线将俄军击退2公里。根据乌克兰战场地图显示，俄军在苏梅州的控制面积超过200平方公里。俄方尚未就此发表评论。乌克兰总参谋部在脸书上表示，乌克兰士兵持续积极作战，以击溃敌军并解放被占领的城镇或村庄。乌克兰无人机击中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利斯基火车站，这是俄军主要后勤路线的战略节点，这个对俄罗斯的后勤造成很大的麻烦呢。当地时间8月17日，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哈桑斯基区一艘货船起火，目前起火原因和是否有人员伤亡不清楚。这是央视新闻报道这个俄罗斯的弗拉迪沃斯托克就是海参崴这个地方，离俄乌前线恐怕有1万多公里。这乌克兰人的手已经伸到这儿了，够长的。当然了，也可能不是乌克兰人做的，也有可能真的是烟头惹的祸。8月17
号，俄罗斯国防部向记者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俄罗斯防空部队击落了乌克兰武装部队300架无人机和4枚制导炸弹。俄罗斯军事部门还报告称，俄罗斯武装部队袭击了乌克兰军队的有损战役战术导弹及其部件的存储地点。此外，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其他设施也遭到俄罗斯军队的袭击，弹药和远程无人机储存库以及142个地区的乌克兰军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8月17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公布了一张坠毁的乌克兰无人机的照片。乌克兰武装部队试图利用该无人机袭击俄罗斯的斯摩棱斯克核电站。俄罗斯媒体援引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公共关系中心的消息发布了该照片。这个恐怕是俄罗斯人的一个假旗行动就俄罗斯人喜欢搞假旗行动就是他自己炸自己，完了之后说这是乌克兰人干的，经常自己炮击自己边境上的村庄，然后污蔑说是对方国家干的，以此为借口然后去向对方国家出兵这个你看这个他这个制造这个乌克兰的无人轰炸斯摩棱斯克核电站的摆拍实际上就是想向世界说明这乌克兰人已经开始炸咱们的核电站了，已经疯了，这个很有可能是假旗行动。周日，俄罗斯电子战系统阻止了乌克兰攻击无人机对斯摩棱斯克核电站的袭击，被击落的乌克兰无人机残骸已被拍摄，几帧画面显示专家正在对坠毁的乌克兰无人机进行检查。照片显示了该乌克兰无人机的残骸，包括其发动机、控制系统以及疑似弹头。然后下面重点是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委员安德烈·科列斯尼克称，乌克兰武装部队试图袭击斯摩棱斯克核电站的行为十分危险。袭击任何核电站都是危险的，因为它是一个极其危险的设备，与辐射有关，那里建筑密集，人口众多。乌克兰再次证明自己是一个恐怖主义国家，所以从这个就可以看出这是俄罗斯人自己炸自己，又一起假旗行动。这个泽连斯基谈前线的战况他说我收到了总司令希尔斯基的报告内容包括前线阵地防守情况以及俄罗斯的意图和动向最新情报。我们正在全线坚守阵地，并且连续第二天在顿涅茨克地区一些极其艰难的地区多部罗皮利亚和波克罗夫斯克方向取得了胜利。他说我尤其要赞扬乌克兰国民军亚速第一军的部队、空袭部队、第7军的部队，以盖特曼彼得罗命名的第38独立海军陆战旅部队这些都是英雄部队对最近稳住这个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的战线起了这个突出的作用。他说总司令还汇报了我们部队在苏梅、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地区的行动。我感谢我们所有战士的坚韧不拔。说鉴于乌克兰周边的政治和外交局势以及俄的背叛行动，我们预计未来几天俄可能会试图加大对乌克兰阵地的压力和打击，以便为与国际力量的谈判创造更有利的政治环境。他说我正在记录俄的调动和准备情况，当然如果有必要，我们将采取非对称反击。我已要求总司令与作战指挥官通话，乌克兰需要建立牢固的阵地，并对敌人进行真正有效的抵抗。简单点说就是前几天这个为了在阿拉斯加的这个双普会谈，让普京的脸面有点这个光彩，给普京添点光，所以俄军在前线展开了这个疯狂的突击一度让乌军的这个形势十分这个危急恶化。但是所幸经过这几天的这个乌军的反击，稳住阵脚，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在苏梅对吧，已经完全解围，至少目前是这样。那么按照泽连斯基和希尔斯基的说法，俄军在下一步恐怕还要加大攻击力度，因为这个为接下来的谈判他要争取获得更多的筹码。我们再看看外交与国际援助。德国公司正在将一款雷达站的生产率提高到每年30台。该款雷达站是防空系统的关键部件，相当于系统的眼睛。该系统已在乌克兰和埃及军队服役，也就是德国现在是加班加点，要提高产能提高效率。立陶宛请求欧盟通过对俄罗斯的第19轮制裁措施，并加强对乌克兰的援助。立陶宛外交部长叫布德里斯强调，在乌克兰实现公正而持久的和平是首要任务。他说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准备欧盟新的制裁方案，继续对俄罗斯实
施压，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加快其加入欧盟的进程。最重要的是维护国际法的原则。8月17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新的一揽子对俄制裁措施或将于9月初出台。他在布鲁塞尔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的紧急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该消息。冯德莱恩表示我们打算在9月初通过第19轮对俄制裁措施，欧洲打算对俄罗斯施加外交和经济压力，直到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结束。8月17日，法国外交部欧洲事务部部长本雅明·哈达德说，计划于9月访问乌克兰，讨论乌克兰加入欧盟事宜。他在接受《星期日论坛报》采访时透露了他的计划。这位法国部长强调他说，法国支持乌克兰走这条路。9月我将前往乌克兰继续磋商，我们的任务是尽快启动乌克兰加入欧盟第一阶段谈判。哈达德认为乌克兰可以自行选择盟友和政治方向。他指出，无论是欧盟还是北约，俄罗斯都无法否决乌克兰未来的政治方向。法国的这个总统马克龙对俄罗斯提出了新指控。这个8月16号是法国总统马克龙称俄罗斯有不履行承诺的倾向。他在社交网络 X 上提出了这样的指控。马克龙表示汲取过去30年所有教训非常重要，特别是俄罗斯不履行自身承诺的倾向。马克龙表示，乌克兰和平建立必须伴随着不可动摇的安全保障，因此自愿联盟将很快举行会议，讨论落实这一倡议的具体步骤。法国总统指出，美国打算为此做出贡献。这个马克龙说的对俄罗斯有不履行承诺的倾向。按照斯大林的话说就是协议是用来撕毁的。以乌克兰为例吧，俄罗斯人签了多少个协议布达佩斯备忘录、明斯克协议，还有等就是泽连斯基如数家珍一堆协议。俄罗斯遵守了哪个协议对吧？最终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签了那么多协议都不能保护乌克兰。所以马克龙说的对签协议没有用必须要派部队进驻乌克兰，要提供不可动摇的安全保障。这个波兰的外交部长希克尔斯基说他说，我们会告诉泽连斯基，我们会像目前所做的那样提供武器、提供支持，并确保乌克兰加入欧盟的道路必须由乌克兰自己决定是否继续战斗。也就是波兰表态你乌克兰打到底，那波兰就会支援到底。只要乌克兰愿意继续战斗，他们波兰就是继续支持。并且这个波兰的新上任的总统叫纳夫罗斯基他发表了这个一个著名的这个讲话叫俄罗斯并非不可战胜。大家看视频że dzisiejsza, także dzisiejsza neoimperialna Rosja i Rosja zawsze, bo ta dzisiejsza nie różni się bardzo od tej sowieckiej, ale Rosja nie jest niepokonywalna i o tym powiedzieli bohaterowie roku 1920 i to chcę, żeby słyszeli dzisiaj nasi oficerowie i nasi żołnierze. Tak, Rosja nie jest niepokonywalna. Przegrała na początku wieku XX z Japonią. Rozbita została przez Polaków w roku 1920. A dziś od ponad 3 lat, grzęźnie po swoim ataku na Ukrainę, grzęźnie dzięki wsparciu sojuszniczemu i solidarności narodów wolności, w tym także, a w niektórych momentach przede wszystkim Polski。这是波兰的总统直接就指名道姓对着俄罗斯喊。这个我记得过去这个叫纳夫罗斯基好像他有点亲俄我的感觉他好像是亲那个特朗普的。结果你看他这个8月15号这个讲话，俄罗斯并非不可战胜，这个简直是向俄罗斯发出这个战斗的宣言对吧？他说俄罗斯是新帝国主义俄罗斯以及历来的俄罗斯，就是沙皇俄国、苏联对吧？都不是不可战胜的。我也不知道有黄俄总是说这个俄罗斯是战斗民族，好像俄罗斯无坚不摧，这个得怎么看对吧？俄罗斯对西方对日本好像都不是无坚不摧屡吃败仗，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但是俄罗斯好像对南方
对黄俄总是能占便宜，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有可能是黄俄心理上啊就害怕这来自北方的这敌人，以至于啊很多黄俄都患上了叫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特朗普和普京啊在阿拉斯加的这个会晤啊还在发酵啊，由于这个他们是3对3的这种会谈，具体的会谈内容，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普京都是守口如瓶啊，像挤牙膏一样的通过媒体散布一点点，但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啊，这个细节啊你不知道到底是什么。这个英国前首相约翰逊啊，就是前天晚上，就是8月16号晚上啊，他在这个社交平台上配了一张特朗普和普京握手的照片啊，并且在下面写道啊，评论啊，他说这是国际外交史上最令人作呕的事件，他将给特朗普带来重要教训。这个约翰逊啊，为了表示对乌克兰的支持啊，还把自己的头像换成了乌克兰的国旗的颜色，就是那个上面蓝的，下面黄的。约翰逊现在啊，也逐渐的把特朗普看清楚了。我记得这个特朗普刚宣布啊，参加这个竞选的时候，那约翰逊还是比较支持特朗普啊。那时候约翰逊已经啊不当首相了，然后这个在这个拜登的手上，这个众议院是吧，还有参议院，那共和党总是不批这个给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大家还有印象，整整拖了7、8个月。然后这个时候啊，这个约翰逊就利用他和特朗普的关系，对吧？他去海湖庄园找特朗普做工作啊，然后那个时候约翰逊是给特朗普讲好话，对吧？说特朗普怎么样？现在啊，约翰逊是看明白了，开始说这个特朗普令人作呕啊，一定会受到教训，对吧？泽连斯基不敢骂特朗普了，那这个由约翰逊来骂特朗普啊。在他的那个真相社交媒体上啊，他转发了一个评论啊，说乌克兰必须愿意向俄罗斯失去一些领土，否则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他们就会失去更多的土地。实际上，这个特朗普的这个态度啊，已经呼之欲出啊。这个特朗普的这个特使啊，维特科夫，他在媒体上啊，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啊，他说啊，美国和俄罗斯已就乌克兰的安全保障达成一致，但下一步行动取决于基辅。他还补充说啊，领土问题将于周一与泽连斯基讨论，莫斯科已在5个乌克兰地区做出让步。这个所谓的让步就是少占领一点乌克兰的，这就叫让步啊。这个维特科夫说啊，俄罗斯承诺不吞并整个乌克兰，哎，这就是让步了。你说有这样的人跟俄罗斯谈判，乌克兰能友好吗？根据这个路透社报道啊，他说在阿拉斯加峰会上，普京坚持要求乌克兰把整个顿巴斯让给俄罗斯，也就是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啊，让乌军撤出波克罗夫斯克。消息人士称啊，特朗普在与泽连斯基的对话中转达了这一要求，并提出在此条件下冻结前线，但泽连斯基拒绝了该提。报道还指出啊，泽连斯基确认自己愿与普京会面，但要求必须有可靠的安全保障。这个路透社总结啊，说本次峰会的结果是1比0，普京占优，因为既没有达成停火，也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这个报道啊，惹怒了这个特朗普啊。特朗普又在他这个媒体上啊发布说，非常不公平的媒体正在针对我与普京的会面进行报道，不断引用那些被解雇的失败者和像这个博尔顿这样非常愚蠢的人。他们刚说，即使会面是在美国领土上，普京已经赢了，这都是怎么回事？我们在一切上都占上风，假新闻正在加班加点。然后他还说啊，加班不纳税。如果我以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自由为条件与俄罗斯达成交易，假新闻会说我做了一笔糟糕的交易，但现在他们被揭穿了，看看所有关于他们腐败的真实新闻，他们是病态和不诚实的人，可能是恨我们国家的人，但这无关紧要，因为我们在一切上都赢了。这个特朗普还有点像这个大国的小粉红啊，你只要一批评他，那就是恨美国啊，对吧？大国的小粉红正能量也是这个论调啊，你只要一说负面的不好的，那你就恨国党啊。特朗普也不看看自己在做什么，对吧？说好了啊，这个跟普京会面是要让普京先停火，然后再谈判，结果跟普京两眼一对啊，特朗普的立场就变了，变成支持普京啊，签署和平协议，直接和平谈判，而不是先停火。现在啊，周一要让这个泽连斯基到白宫去，那还是逼泽连斯基啊投降，黑锅啊已经给泽连斯基准备好了，就是破坏停火、破坏
和谈的黑锅，已经为泽连斯基甚至欧洲都准备好了啊！为什么不能停火？是因为你乌克兰不愿意投降，对吧？人家都已经答应了少占领一些地方，你只要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撤出，然后就停火了。什么扎波罗热、赫尔松那儿战线冻结。泽连斯基今天在布鲁塞尔再次强调，任何协议之前，普京必须停止杀戮，也就是要先停火。为了防止泽连斯基再一次与这个特朗普会面中陷入政治埋伏，所以8月17号将有几位欧洲领导人陪同泽连斯基去白宫，以免泽连斯基受到特朗普和万斯的霸凌。我看现在这个媒体说法比较多首先是这个叫乌克兰自愿联盟举行了视频峰会这是一次战略会议目的是在8月18号白宫会谈前统一立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英国首相斯塔默、德国总理莫尔茨、法国总统马克龙、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芬兰总统斯图布、北约秘书长吕特共同参加明天与这个特朗普的会谈这是一种说法这个央视新闻报道说英法德意芬以及北约和欧盟领导人将赴华盛顿参加美乌峰会。路透社和英国广播公司消息，当地时间17日，英国首相发布声明称英国首相斯塔默将于18日前往美国华盛顿特区，与其他欧洲领导人一同参加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谈。然后这个法国总统府也是17号发布公告说马克龙18号也是去美国。那这个冯德莱恩以及德国总理莫尔茨也已经确认了要与泽连斯基一同前往华盛顿。有这么多人撑腰这个特朗普想欺负霸凌泽连斯基恐怕也很难。这个俄罗斯的老黄鹅对吧？这个正在登缝纫机的斯特列科夫从狱中来信。斯特列科夫认为他说除非一方承认自己是失败者，否则战争将持续下去。照目前看这个仗还是要打下去，停火很难。爱沙尼亚外交部长叫马尔古斯·查赫纳，他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相信普京。查赫纳抱怨说普京不仅在阿拉斯加会晤中没有做出任何让步，甚至没有答应停火。查赫纳认为普京不值得信任，因为普京的胃口很大，意图是在寻求恢复苏联。这个时候还在相信普京的人，对吧？那纯粹是叫自欺欺人普京说的一个字都不能信。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